士去到金鐘，香港公園鳥語花香，再步行去到灣仔金紫荊廣場陪伴你，搭叮叮欣賞風景，坐上山頂纜車，到太平山登高看看，維多利亞港真漂亮，香港景色多優美，快快快快跟我走一趟，搭巴士去到金鐘，香港公園鳥語花香，再步行去到灣仔金紫荊廣場陪伴你，搭叮叮欣賞風景，坐上山頂纜車，到太平山登高看看，維多利亞港真漂亮，香港景色多優美，快快快快跟我走一趟，在街交通安全城係做乜嘢？知唔知道？好，唔安全過馬路。不要亂衝亂走，定要牽着爸媽的手，交通安全開心頭。過斑馬線走上天橋或走進隧道，也必要聽爸媽的話，別如豺狼亂舞。在街或馬路，不要亂衝亂走。